今仔日伫咧花莲东仔区佛祖街沙石场有乌到一只车，这只车顶嘛有发现到一个遗体，有可能就是失踪的沙石场头家娘。英国掠到偷摕手机走私去中国的跨国犯罪集团，因为外国的手机会当闪过审查，伫咧中国一支会当卖到大票16万。即卖 AI 演员合作 Tilly Norwood 袂输是真正的人共款，不过这也引起真正演员反弹，惊饭碗互抢去，也是降价价是价值。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雅纯。咱今日新闻头期先来关心到，今仔早起甲中昼，伫咧东部是发生2起规模5.0的地震。花莲县府伫咧透早7点外，头一摆发生地震的时阵，就随来发布爱疏散的简讯。不过过无偌久，就随来解除警报。原来是这消防局混唔到发警示的标准，县会官员也向大家来回示咧，讲因会搁检讨改进。学校警铃声一直弹，雄雄大声广播，学生赶紧对教室行出来，学校赶紧来疏散，因为花莲发生真有感觉的地震。镜头本日海，就伫西北早起7点52分，花莲吉安乡发生规模5.0的地震，过3点外钟，早时1点33分，东部海峡阁再有地震，规模相款是5.0。不过气象署说明，2层属有独立的事件，往后几天无排除依然有这个地震会发生。相距的距离大概超过70公里哦，因此我们认定它是2起单独的事件。后续的余震方面呢，大概3天4到4.5。当台湾一早起连续2摆地震，尤其是头一层的发生，一度予花莲县府发布紧急警报，强调受到地震影响，马太安溪上游的放山湖，这个坝体有可能破坏，要求公户护林甲万营的保全户随疏散避难，引发不少人的惊吓。看到那简讯还是会有点害怕，是不是那边又坍方还是怎么样子，会有冲刷下来？天气的通知才发布，过无偌久，阁警情，阁再发细报简讯，已经加警报解除。花莲县消防局坦白讲，当年误发警报，因为按照警戒避难机制，只有伫公户7站监测到东度56以上，才会发布警报。然后花莲县府的官员也集中来核实的。确实，可能在交班提醒上的时候。没有精准，不够精准，我们一定会检讨改进，造成大家困扰，非常抱歉。同仁误解为花莲县发生5弱地震就要发 CBS 及海啸警报。尽管警报虚假一场，不过地方已经提高强势撤离的计划。中央讲就业未核定，有关需要小可修改，还阁再请下官民暴露意见，并且甲外地旅客纳入撤离的范围。伫正式公布进前，若受突发的状况，中央讲相关新议员定机制采取就近备用徛过2楼去避难。有独居的老人或者平房式的这些老人，请军方、还有志工、还有消防人员请他们把他搬到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前进协调所总协调官桂连成讲，相关的撤离计划将由县府修正，预计2天来完成，会阁对外公告。东部来展开兵棋推演，也阁有实际演练。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的灾区也阁继续咧拼搜救，今仔日伫咧佛祖街沙石场是有挖到一台车，这车顶也有发现到一个遗体，到底敢是这个失踪的沙石场头家娘，也阁爱查验。目前这座大水是已经造成当地有19个人死亡。另外，今仔日行政院长对应台受去到当地来时才申请补助的情形，有不少灾民、店家甚至有基层的警员，拢希望中央会当扩大补助。东基区继续开挖在后的搜救任务已经到第16日，有完无停。即马所幸阁有进展，伫东西区的佛祖街交界通媒线下面的汽车，警消出动破坏线，伫车内找到一位罹难者。寻获一具大体，然后他在车子里面埋在土大概2米深的地方。挖出的汽车经过车牌比对，车主是沙石厂的头家娘。不过罹难者感受到是伊，感谢人员已经到场，当日悲情成分。不过发现这件大水，死亡搁增加1人，已经有19人。有确认身份的吗？还在持续努力。在挖搜寻无停，相关复原中间也同步启动。行政院长倒用台设备，毋拿去马太安视察爆发建地，透过公司空袭镜头，清楚翕到相关工程，拢在继续看工，有计规划为爆发增加3道风线。倒用台也去中央设的1站式平台，所拄到未少灾民去定情。我们小小的补一下，大一点，我就大一点了。我们的作物全部，我们的家具全部完了，你要好好的帮我们的老百姓。
虽然为加好修缮车辆保费、农电流失、护工贷款着近灾民，中央拢有补助灾民，不过补贴的钱无够顺实，在地店家也无奈，承载起孤损坏，生活面临冲击。槟榔摊啊，冰箱。 都流出去了啊！营业什么也都在里面，都没有抢救到啊！从看板管啊，要给我调掉呢。我们家有6个人，只有2个户口而已，其他4个地方都是拿来当仓库使用。对，还有工厂在使用。我这个是要叫谁赔吗？我损失1000多万，这个是谁造成的？不应该是我的损失吧？ 车内拖沙对接，警察赛车上班，自用车也受损，却因为不是灾区住户，清零补助捌碰壁。监理机关总算表态，只要车伫公户地区浸水损坏，拢会当补助。也不过为住户店家，各到当地工作的人，拢诉求补助搁扩大。中央回应，因为爱交互行政院在后为着户部站做后手的讨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桃园机场一温坑口站，今仔早起有一个旅客伫咧月台食粉薄冰榔，甚至保全要去甲阻挡，佮险险啊互拍。桃园市卫生局表示讲，会针对这个旅客食粉薄冰榔的行为来开罚，因为这单发生在代替员工互人塞落铁轨路的代志，就立委来提案要修法重罚，上重会当判刑到5档。 对保全3摆出声来阻止，旅客拢不爱听，相反伫机场接吻的月台来食粉，保全一箭步把粉拍掉，旅客见笑转上去，对保全出拳，想要来拍人，冲突的画面拢互民众翕落。 事发在今天早上7点多左右，机捷 A11坑口站这边有旅客在这个月台抽烟嚼食槟榔，被机捷保全发现之后呢制止，没想到这个旅客反而出手攻击保全，保全当下也联系捷运警察处理。如果在台湾，应该是大家都知道是不可以抽烟，边抽烟然后还边嚼槟榔啊，这样不行啊，这样不好。 实际上来到坑口站，柜台拢有打禁止食物件、食粉的标识。对旅客无公德心，也想要拍保全。桃园捷运讲已经对旅客薄冰榔来开罚。另外，桃园市政府卫生局下晡也派人到现场，向捷运警察确认个人的资料，会对旅客来开出罚款。经站长及保全劝导不听，站长随即依照《大众捷运法》第50条第1项第9款。 于捷运系统内嚼食槟榔，开罚1500元罚款。那我们现在确认各自之后，会依案防治法处理。那机场捷运发生冲突事件，进前也有代替5款车站，站务员互塞入去铁轨路。根据统计，代替近半年来已经出现7件的暴力攻击事件。立委提出铁路法修法，妨害铁路从业人员一凭职务罪，相当会使判刑5年。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支持。 保障所有的同仁的安全，这个都相当的重要。所以这个部分，如果委员愿意提出修法，我们当然是很支持。将近这个半年的时间里面，台铁完全没有针对保全的部分有任何的进展。那对于工会来说，没有任何的进展，那表示安全措施就是0。陈世凯讲，经费不是问题，不过代替产业工会批评，提出警车保全的诉求，到即阵拢无进展，呼吁代替甲交通部提出诚意，保障旅客甲站务人员的安全。 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今仔日公布的诺贝尔化学奖是由日本、澳洲甲美国3位大学的教授共同得奖。评选委员认为，这3位教授所开发的新型金属有机骨架，会当用真悬的效率来钳气体、掠污染物，会当为咱的减碳掠碳技术带来革命性的创新。 来看到德国今年这57岁打当选的查某市长，昨选伫咧因兜的门卡口，互人堵13刀，当伤有性命的危险。当局当来扩大追查嫌犯。另外，伫咧厄瓜多的总统车队是昨去互民众包围来牵石头，甚至还有人开枪，加载是无人受伤，警方有抓到5位嫌犯。 德国新当选的女市长被刺杀的现场已经救封锁线。57岁艾瑞斯·史陶泽9月28才以社民党候选人身份当选德国西北部小镇赫尔德克的市长，因讲吹切互人抬几落刀，受重伤有性命危险送病院。 Die Frau ist aktuell lebensgefährlich verletzt und deswegen mit einem Rettungshubschrauber in ein Krankenhaus geflogen worden und wird dort intensivmedizinisch betreut. 史陶泽本来11月吹切要就职，吹切过道伫因兜附近，互人野刀抬伤，为一个脚趾边啊，互人插13刀。德国当局已经针对这件案件发布重大警戒令，进行大规模追掠行动。德国总理梅尔茨谴责这项攻击是无体的行为。
另外，南美洲厄瓜多总统诺波亚推测本来坐车飞去卡尼亚尔省宣布基础建设计划，因过伊的车队伫当地互500多人包围，对车弹石头。尾仔警方伫咧车顶发现枪支孔，表示真有可能受到枪击。好在在伊本人无受伤。代志发生了，掠到5个嫌犯，以恐怖主义罪名起诉。Hay 5 personas que han sido aprendidas por parte de la policía. Y esas personas serán juzgadas, o mejor dicho, serán iniciadas por flagrancia por el delito de terrorismo. 这毋是诺波亚第一遍受攻击，伫9月时阵也发生过。厄瓜多的政治动荡，最近诺波亚政府宣布未取消对柴油的补贴，减少公共支出，引起民众不满加全国的抗争。这项政策也互原本就无安定的社会情势更加恶化。公司新闻金万庆编辑。英国警方宣布，因为掠到一个偷摕4万外支手机走私去到中国的跨国犯罪集团，拢总是有掠到46个人。因为外国的苹果手机会当闪过当局的审查，伫咧中国是一支会当卖到大票16万。那行那在耍手机后壁雄雄出现2个徛倒摆的，一个就伸手甲手机抢走。同款的2个人一组的歹徒，专门锁定头在耍手机的人，先抢才阁讲。但是歹徒阁会警品牌，警着毋是想要的手机就当场甲弹掉，互被害人气甲过去扣回来。英国警方启动历史上上大规模的打击抢手机偷摕手机的犯罪行动，伫过去2礼拜就逮捕46个人。敢若一年找到的防偷摕手机就有4万支遮济，这拢是要对英国经过香港，再搁走私去中国的赃物，这个总数占伦敦防偷摕手机的40%。另外，英国防偷摕手机的案件有3%拢发生伫伦敦。And as you can see here, once each phone's recovered, it's individually resealed. 伦敦的警方伫希斯罗机场附近的仓库发现差不多1000支，大多数拢是防偷摕苹果手机准备要运去香港。英国大城市的手机偷摕案件愈来愈严重，伫伦敦就对2020年的28609件，一路是增加3倍，到2024年手机防偷摕数量是高达80588件。英国警方认为讲，案件一直增加的主因之一是国内外对中国手机的需求一直在增加。Keep your hands. Stop. Turn around, face away from me. 警方巡线掠到大型偷摕手机的犯罪集团，而且认为讲，去年防偷摕手机的数量有一半拢是这个下国的犯罪集团做的，负责盗卖而且走私去外国。根据了解，这个集团是专门以苹果的手机做目标，而且逐摆偷摕一支，差就会当得到300英镑，差不多代表12000的收入。但是卖去中国，因为会当闪开审查，免明白凊彩上网，逐支手机阁会当卖到4000英镑，超过代票16万。这歹徒伫街路伫驾车，阁颠倒向伫驶，和警方开始咧约。英国警方讲，目前掠到的伫偷摕手机的贼有保加利亚籍、阿富汗籍和印度籍，而且逐年有超过2000万人造访伦敦。经过调查，手机上会放弃的所在是西区和西敏市。国际新闻新罗贝编译。来看 AI 当咧发展，毋有各种 AI 创作，即马甚至有 AI 演员合作 Tilly Norwood， 袂输是真正的人共款。伊的创作者佫讲，希望伊会当真做捌演出黑寡妇的好莱坞影星 Scarlett 的接班人。毋过因为这 AI 演员毋免休困，袂破病嘛，袂变老，也是引起着其他的演员反弹，惊因的饭碗会互抢去。美国演员的工会也批评讲，即款的电脑程式根本就袂当叫做是演员，会降低技术价值。咱的总统府今仔日宣布讲，由总统府资政林胜基代表咱去参加今年的 APEC 经济领袖会议。2025年 APEC 经济领袖会议10月31到11月初1会伫咧韩国举办。咱总统府表示讲，经过考虑，总统是决定要请总统府的资政林胜基代表咱台湾去参加。林胜基要伫咧2005年、2024年去参加经济领袖会议，对这相关的运作甲议题拢真了解，是真理想的人选。继续来看到世界贸易组织 WTO 发布上新的全球贸易展望报告，指出因为 AI 产业带动，按算2025年全球的贸易成长会增加到2.4%。不过 WTO 也警告讲，受到美国关税影响，明年的贸易成长率有可能会降低。世界贸易组织 WTO 秘书长伊维拉77伫立法发表上新的全球贸易展望报告。
表示尽管大边关税对政策无确定性形成强大的阻碍，不过多边贸易体系稳定性，甲各国对关税变化积极应对，伊愿为全球贸易提供一定的制裁甲软性强度。2025年顶半年，全球贸易量年增4.9%，主要受美国企业提升进口来避免新关税影响，加主要经济体通货膨胀回落，财政政策宽松加就业市场稳健推动支持所带动。World merchandise trade volume growth came in stronger than expected in the first half of 2025, up 4.9% year on year. We now expect world merchandise trade volumes to expand by 2.4% this year. WTO 原本预测，2025年的全球贸易成长是0.9%，验过 AI 相关产品高度成长，加速全球贸易重要的制裁力量。The rise in AI-related trade seems to have been fueled by structural investments i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from semiconductors to cloud servers. 半导体甲电信设备加 AI 相关产品贸易占整体贸易增加的将近一半，年增率达到20%。其中亚洲的出口表现尤其是特别强。不过 WTO 也讲，随全球经济降温，也有美国新一轮关税最坏的全面影响，会延后到2026年显现。全球贸易成长率可能降到仅剩0.5%，比8月预期的1.8%较低。The outlook for next year is bleaker, yes, and how concerned I am, very. 世贸组织秘书长伊维拉讲，全球3/4的贸易依然遵循世贸组织的规则来进行。伊呼吁各国斗阵应对全球贸易挑战，重新思考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建立更加坚实而且包容的基础，让贸易正最促进全人类繁荣的力量。公视新闻，郑元庆编译。台积电伫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投资设厂，带动当地产业发展。今年，咱美国上大的半导体展也是头一届去到凤凰城来举办。针对最近美国讲要甲咱分配晶片的产能，到底台美的产业是要安怎合作，也是受到各界关注。过去50多年，拢伫旧金山湾区举办的 Semicon West 是美洲上大的半导体展。今年这项展会头一摆刷到凤凰城来举办。在川普力推半导体回美制造的氛围中，全球半导体产业供应商以及厂务系统服务商是群集凤凰城，台积电则默默成为 Semicon West 凤凰城首秀最大的赞助商。近年来，美国就补贴、关税甲禁令最全的做法，驱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来美国设厂。No, it won't happen overnight. I think it'll take really quite a long time to develop the same type of manufacturing expertise in the U.S. that we have in places like Taiwan or throughout Southeast Asia. But sometimes it's going to happen faster than we think. 凤凰城即阵更加因为台积电大举来进驻，真做美国半导体先进制定的大本营。即阵台积电伫凤凰城前3座厂房，有1座已经投产，第2座正伫完成，第3座也已经开始伫建筑。即阵有机会看到台积电工地32部塔式起重机正无用伫施工的情形。本来这拢是沙漠中的厂区，就有一个所在已经看到树仔拢种起来了。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就是凤凰城台积电的厂区，在不断加紧建设之下，目前厂区已渐具规模。未来也要起另外3座的晶圆厂，也有2座封装设施，甲1座研发中心。史上上大外商单项的投资案，互凤凰城的未来甲半导体以及台积电全部拢白做伙。One of the biggest benefits would be to plug into the semiconductor growth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poised to see. So we will,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now under multiple administrations have made it a priority that we as a nation want to make these most advanced chips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that's really what the opportunity is. 伫台积电自吸效应影响下，几若10间台湾供应商，毋是已经进驻到凤凰城，就是即要来到凤凰城咯。以一个 support 单位，就是说，如果客户一直持续扩大，我们大概这个地点当然会持续扩大。那 Irona 这边就是看起来它未来计划很长，会蛮 expansion 的，所以我们当然这边会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计划。我们的总公司也还是在台湾，那我们在台湾就有3个厂，所以我们不会去抛弃台湾，我们反而是就是跟着台积，然后去扩大。对于增强的日头、沙漠、先人草稿晶片在乎台积电、台商一直来，凤凰城也正伫快速改变。
公司国际记者美国红红社报道。镜头来看马来西亚，伫咧马来西亚有真侪工程师，因为顾虑到薪水甲发展性，拢会选择去到隔壁新加坡食头路。人才流失就成做马来西亚科技业的难题。即马当局是参业界来合作，希望会当推动培训计划来栽培愈侪人才。伫马来西亚来的老甘霖，目前伫新加坡的半导体公司咧做工课。伊讲部门内面有7-8成的工程师，拢含伊共款是对马来西亚来的。进攻我就已经可以拿到3-4千新币，就已经是 Malaysia Manager level 的薪水哦。那如果你慢慢爬上去，我可以拿到8千、10千新币。2024年马来西亚的人才外流率是到5.5%，比全球平均的3.3%搁较悬。新加坡对因来讲，毋若是地理距离近，新票对马票搁有3倍的回差，加上搁较好的待遇和职业发展的机会，请大量人才过去。这里是马来西亚雪兰莪州的 IC 设计园区。为了应对人才短缺的问题，马来西亚先进半导体学院提供短期且密集的培训课程，并与台湾的清大和交大签署了 MOU。虽然我们跟其他国家有合作，他们还没有那么mature啦，一定要把学生送到最好的地方去学习，也就是在台湾啦。马来西亚半导体先进学院和日月光等150间企业和15间海外名校合作，明年会派学生到台湾来培训和实习。学院对2000人内面选60个人出来，提供210点钟的密集训练。60个学生还未结婚，就已经摕到高薪水的录取机会。When we go to this design and research and design kind of things, you are more towards like adapting to whatever changes that is needed. So you need to be more active in terms of thinking. 不过，就算是顺利入去产业，企业嘛是烦恼讲员工会互更较悬的薪水恶去，变做甲训练了，伊就走去的恶性循环。当地政府嘛开始思考讲，咁应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波人才流动。英文叫做 brand circulation， 它不一定要在一个地点，它可以在全世界各地，但是它还是一样的能为他们的国家做出贡献。做政府的一定要和这些海外的人才保持这个联络 ，stay connected， 我们才能够善用他们的知识，善用他们的这个 network。亲像当期伫台湾发展的 USB 支付，军联董事长潘建成，同款是对马来西亚来的，但最近是选甲公司开伫雪兰莪州的 IC 设计园区，回馈家乡，变做人才循环的代表。马来西亚当想要对老人才的造心内面行出来，人才无一定爱返来国家，只要愿意贡献，不管伊人伫倒，拢会当是国家的资产。公司国际记者刘婉珊，马来西亚报道。感谢您收看今日公司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阿俊，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